首先呢個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係廚房，佢係梗廚，有雪櫃、洗衣機、微波爐、煮食爐同抽油煙機。飯廳嘅位置有對流窗，可以放到個4人飯台。客廳嘅地方一邊可以放電視櫃，另一邊放梳化啦。窗外係對住附近嘅內園，非常翠綠清幽。洗手間係明廁，企缸設計，方便淋浴。第一個房間放咗個床，另外仲有位置放衣櫃，對住係內園嘅景觀。第二個房間亦係放咗床，仲有位置放衣櫃，對住亦係附近內園嘅景觀。